大家好，我係 Sandra 優美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啦。如果我呢次晉級係冇辦法晉級到嘅話，我就會喊出嚟㗎啦。咁啊，如果能夠可以晉級到嘅話呢，我請大家一齊食豬扒包，一齊去食豬扒包。大家好，我係徐宏俊，希望大家可以投我一票。希望各位大灣區嘅朋友可以投我74號李峻銘一票。我都係因為重拾我自己嘅夢想去踏到呢個舞台，咁希望我都可以鼓勵到更多同我一樣嘅人，可以再行出呢一步，繼續追求自己嘅夢想，加油！大家好，我叫大寶賢，澳門好聲音2點過碌謝，請投我一票，多謝。好，大家好，我係姚發明啊。咁我而家啦就係澳港市嘅澳門好聲音第2季嘅現場啦。咁希望鏡頭面前嘅靚仔靚女們都可以投我一票。